我同大多數嘅香港人一樣，生活喺呢個繁忙嘅都市，返工佔咗大部分嘅時間。要成功，我學到嘅係把握時間同機會，爭取每一分每一秒，務求比身邊嘅每一個人都要快。大致上係咁，清楚嘅話就喺度簽個名。下個禮拜就可以 send 份嘢俾你。得啦 ，Kevin，你辦事我放心。叻仔喎 ，Kelvin， 話咁快又搞掂一單啦吓，不愧係我嘅頭馬，好快有得升。嚟緊幾張單都交俾你，你辦事我放心。呢份工其實都唔錯啊，係就忙啲，不過睇在人工份上，唯有頂硬上啦。但當生活開始變得麻木，就會出現一啲不切實際嘅幻想。如果我中咗六合彩，咁我真係揞揞腳唔使做。但依家有啲錢，竟然有錢，我就可以買好多嘢，買車。買樓，甚至買架私人飛機，或者 bar and cafe， or living for sale，set to Juni the Toy，Summer Fee， 又或者轉換一下角色，嚟緊幾張單都交俾你，你辦事我放心。甚至脫離一下呢個繁忙嘅商業城市。究竟我需要嘅係啲咩？點解我嘅生活變得咁單調？當你停落嚟，用另一個角度睇你嘅生活，意識到你最需要嘅，其實就係你自己。其實繁忙嘅生活都可以好寫意。